首先我自己係未想過被提名，甚至乎被甄選去接受呢一個嘅獎項。當然喺50週年嘅時候能夠攞到呢一個獎項，我個人係好鼓舞嘅。特別當晚嘅宴會都參加嘅人數都好多，咁所以喺個場面裏邊係好大嘅驚喜。呢個獎嘅意義對我已經退休嘅人士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鼓舞。特別係對工作上面同埋一直所睇嘅睇法係一個確認。咁呢個我都係多謝學會嘅。同年輕工程師，我諗佢哋先要珍惜自己獨特有嘅就係年青，有好多嘅可以去闖嘅機會，亦都可以去發問好多嘅問題，亦都去選擇自己嚟緊要做嘅目標。咁我相信每一個人喺工作嘅時候，包括我自己嘅時候，年輕嘅時候都未必去到某一個崗位或者某一個工作係自己夢寐以求嘅。好多時都係被指派去一啲嘅工作上面。咁我只能夠同自己講，就係話，既然去到每一個崗位，我珍惜每一個機會學習，珍惜每一個機會去幫呢件事做得更好。希望我嘅出現成為嗰件事一啲嘅正能量，一啲更加好嘅結果。咁我喺呢度能夠同年輕人講就話，佢哋有嘅係好多嘅機會。當佢哋去唔放棄呢啲機會嘅時候，好似一個會議上邊，甚至乎講緊啲同你冇關係嘅事，只要你係留心去聽嘅話，你會學到好多。當你留心去聽嘅時候，其他人亦都睇到你嘅工作態度，對你嘅將來會好有幫助。當你需要呢啲其他嘅知識嘅時候，需要其他人對你嘅認同嘅時候，呢啲往往就係幫到你喺前邊嘅生涯係點樣去達到你嘅目的。我過往嘅工作主要都喺鐵路嘅策劃同埋鐵路設計嘅標準上邊，係主要我兩個工作嘅範疇。任何一個基建，無論喺香港或者全世界，都係希望達到每一個城市或者每個地方佢哋希望有嘅願景，而通過呢啲基建項目，更加好好地分配個資源，令到每一位受用嘅人都係能夠得到一個更加好嘅環境。喺嚟緊嘅社會裏邊，我相信係喺科技嘅發展，喺唔同嘅思維上邊會有好多創新，但係資源亦都係有限，好多都係爭取緊必須要嘅資源。咁就住我哋學會嚟緊嘅 theme Together We Rise 裏邊嘅 Rise 裏邊 Resilience， 我諗重要嘅一點就係工程師要有一個好好嘅科技同埋工程嘅技術嘅底子，所以遇到唔同嘅挑戰、唔同嘅問題嘅時候，我哋都能夠好好嘅去作出合理性嘅、科學性嘅一個嘅推論或一個選擇。Innovation， 我諗嚟緊嘅機會係好多嘅唔同嘅創新、創科嘅嘢。我諗我哋要有嘅係一個嘅勇氣去面對一啲新嘅項目、新嘅知識、新嘅技術。點樣用我哋嘅工程同埋科學嘅技術去包容呢一啲新嘅創意呢？咁我相信呢一個係未來嘅一個大嘅挑戰。喺個過程裏邊，每一個嘅基建項目裏邊，最重要一個環節就係能夠持續發展。我哋能夠將每一個項目繼續嘅運行，對社會係有持續嘅一個貢獻，對環境有一個持續嘅保護。最後一點，我諗喺每一個項目裏邊，亦都可能考慮到嘅就係一個公平 equity 嘅評估。無論喺資源運用、喺工作分配、喺參與嘅人同埋使用者裏邊，都能夠有一個公平嘅分配。咁我相信喺嚟緊嘅日子裏邊，無論香港也好，全世界嘅基建，藉着新嘅科技，係令到我哋有更加多嘅機會去睇到唔同嘅考慮嘅方案，亦都可以俾到我哋用一啲嘅 AI 嘅知識去找尋到一個更加平衡嘅方案，或者一個更加optimize 咗嘅 solution。
咁經過呢啲嘅時候，我希望我哋嘅工程係達至到俾每一個社會甚至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度有一個持續發展，有一個良好嘅基建設施，去達成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地方佢嘅願景。